来看台铁有一台自强号暗头5点左右，伫咧河津磅空出口，可能是去互燃料来石头夹到，这司机员骨折。车顶头的旅客大概有500人，无人受伤。不过，规台火车卡伫咧磅空内底，敢若会当用行的，行出磅空等别人来接。车厢内正混乱，真侪旅客赶行李准备要落车，看车外列车是停伫咧磅空内，抑阁一直听到警示声。旅客落车行铁机路，规个黑暗暗。2日尾暗，这台台铁229自强号列车经过清水磅空南平出口，敢若是互土石流弄掉。第二节车厢摆马，列车规个停车。我们要从花莲另外派司机员、检车人员过去看。第一个优先把司机员送医嘛，再来看车辆的状况。能不能继续行驶？初步了解，车顶的旅客差不多500人，意外造成司机员骨头长期受伤，有6位旅客轻伤。台铁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。车辆越过那个土石流的时候，车子有点偏斜的，司机员的手部骨折，然后6名旅客轻伤。初步了解，我们的第2车有出轨的现象。民众讲，看到医护人员向第一节车厢山顶人，因铁道安全区域等台接驳的时阵，也看到敢若是列车被弄掉了，落来铁片。台铁讲，这么河林撞击之间是东正线单向双向行车，525位旅客由区间车接待。往后走到这个地方的疏离的地方，也有看到一些就是台铁的车子的一个破碎的一个铁块。哦，那有没有觉得很困扰？还好，现在没办法。500多位旅客内面有10人本来是要出去耍，拄到这边意外，只好取消行程，也让因此延误回去学校的时间，影响真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